台语听有无？逐工报新词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咱台湾的四边啊，拢是海，溪流啊也未少。这几年因为政府的鼓励，开游泳课的学校啊，哪来哪济啊，收水变作是愈来愈普遍的活动。那呢，各种收水的姿势，台语安怎讲呢？搁若伫水里拄到意外，要安怎应变？要安怎家己救家己咧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咱特别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探讨收水相关的议题啊。若讲收水的方法啊，是真侪款。像讲啊，速度上紧，收的时啊，双手拍水，双脚踢水，额头换开，身躯直直拿得过的得过收啊，就是华语讲的自由式。搁啊，像所有手法内底上界先溃力，收的时啊，双脚弯圆裤形踢水，双手啊向两边背水，额头换开的水架收，后人讲是甲巴收、四骹收。啊是啊，互片啊一直维持伫水面顶，规个人面向顶悬，摕伫水面啊，脚豆豆踢，手慢慢啊向后面背水的使劲啊摕。甚至啊，是跳落去水底，哪算哪收，凊彩收啊，轻松趣味的拍碰收啊！啊，若袂晓收水的人啊，嘛当用游泳裤啊、手骨裤啊，也是铺帮来辅助啊。反正啦，只要莫惊水啊，你会当耍甲介欢喜啊，啊，对健康真有帮助。啊，若讲啊，咱咧耍水也是收水的时啊，雄雄去互水呛去啊，啊是啊，感觉人啊无介爽快，无法度收倒去岸边的时啊，这啊台语叫做渡水，后人叫伊激水啊，是真危险的情形哦。这时啊，咱就要有几种方法来解救家己啊。第一个重点是咱一定要紧引起身躯边的人注意啦。咱会当啊，双手出来拍水啊，就是甲双手举悬离开水面啊，再个出力向水面啊拍落去啊。佮趁头壳，因为咱拍水扑出水面的时啊，大声喝休啊，趁互边仔的人注意到你啊，赶紧来甲你斗相共啦。佮来啊，就是想办法爱互家己扑伫水面啊。渡水的时，身躯边若是无会浮的物件好掠，要安怎咧？你会当甲衫腾起来啊，趁手啊伫水面顶的时啊，甲衫对头的后面啊，向头前一出去，互衫内面啊接空气，变做辅助的浮面啊。无论是你是伫圳沟啦，伫溪底啦，还是伫海里啊，这拢真好用哦。啊，若穿的是长裤啊，更较好用，会当甲裤脱落来，两支裤脚啦，甲绑咧，对腰遮分放入去，也是用顶面的方法会放入去啦。安尼啊，裤就变做一卡救生裤啊咯，真好用哦。若是需要长时间等待人来救，这啊，就是介方便的撇步啦。另外一个重点，就是渡水的时啊，一定要想办法保持体力啦。拄到渡水的情形，上惊是因为咱真紧张，所以就乌白亮、乌白喷、乌白飞，安尼啊，体力用了了，就惨啊啦。事实上啊，咱人的比重比水较轻啊，所以若莫叮当，咱就会豆豆啊浮起来水面咯。所以，若是渡水啊，人先甲放轻松啊，这时会当头下面啊，甲手甲脚自然甲伸福直放轻松，互家己自然浮起来啦。要输空气的时，再用手甲脚小背水一下，互头会当伸出水面的换空气啊。当然啦，也会当先用双脚踢水，互头会当伸出水面，输满空气了后，规身躯放轻松。面啊，顶面，骹手拢莫动作，点点浮咧啊，等人来救，安尼就会使咯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收水真好耍啊，但是啊，要注意安全哦。拄到状况的时，就要冷静来处理。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个时间交等好主播。